你們必歡歡喜喜出來，平平安安蒙引導。小山大山喺你面前要歡呼，田野嘅樹木也都拍掌。我嗰時根據嗰段聖經，我話好啊，神你要我走，我就預備行。啲次我話好啊，既然是安然，神好奇妙帶領我翻到嚟。弟兄姊妹，我唔係講幸運嘅故事俾你聽，我講當你每行每一步道路嘅時候，有成個話語，邊個會諗嗰啲時候？弟兄姊妹話牧師啊，你唔到5月4月走，3月底啊，甚至有啲人同我講2月底啊咁，我唔知點解，好似聽唔入耳咁樣。我唔係驕傲，我又唔係嗰種好似自負嗰種感覺。我覺得人都係好真誠規勸我，但我心諗人的道路不由自己，行路嘅人不能定自己嘅腳步，你信嗎？當我願意信服嘅時候，神就咁記俾緊你。當然個過程中間有好多嘢嚇，嗰條公主輪遊輪嗰班嘅專機翻嚟嗰班人，我翻到屋企啦，佢哋到機場，好多嘢奇妙嘅引領係神自己帶領。我話俾大家聽，我冇呢個頭腦去計劃，我冇呢個專業知識嘅判斷，我更加冇嗰種自己以為我有咁嘅經歷可以做到好多嘢。我只一件事幹，主啊，喺黑暗籠罩大地嘅時候，我要踏出嗰一步，冇腳前嘅燈路上嘅光，我點行啊？弟兄姊妹，求主引領我哋每一個人，用佢自己說話，敬畏佢係智慧嘅開端，認識佢就係聰明。我哋用低頭祈禱。